Leo，今日要介紹一個位於大圍站上蓋柏傲莊嘅特色連平台單位。佢嘅實用面積係579尺，連一個118尺嘅平台，而間隔就係兩房套連儲物室。我哋一打開大門，會一個玄關位，正前方係單位嘅客飯廳，而左手邊就係儲物室，配備咗冷氣機，可以作為一間姐姐房。經過玄關位之後，右手邊係緊廚，我哋先行出去平台望一望出面嘅景觀。平台呈長方形，由客廳一直延伸去到主人套房。雖然單位位於最低層，但望出去嘅景觀都非常開揚，可以望到山景。主人房亦都係有門口可以出入平台。之後同大家喺平台出面望返入去客廳，左手邊係一個緊廚設計嘅廚房，廚房嘅櫥櫃亦都係採用咗直間木紋，工作台面呈 U 字形設計，設有微波焗爐同埋明火爐頭。嚟到走廊位置就可以通往主人房、睡房同埋浴室。右手邊係第一間睡房，採用咗落地玻璃嘅設計，亦都係望到好開揚嘅山景。而浴室就採用趟門設計，設有企缸，擺放咗衣櫃、燙衫板同埋洗衣機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主人套廁採用咗浴缸嘅設計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，多謝收睇。